身體係我哋歷史嘅記事本，收埋所有嘅記憶、創傷同故事。佢通常以疾病嘅形式提醒我哋。世衛組織調查結果發現，90%嘅疾病係同免疫系統失調有關㗎。而影響免疫系統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素，佢就係情緒啦。內心痛苦嘅時候，免疫能力就大大下降，身體就容易產生疾病。情緒唔好，比外界環境更影響我哋嘅身體㗎。所以真正嘅健康係需要喺情緒入手。情緒係乜嘢？情緒就係心。當心裏唔高興嘅時候，情緒就會低落，身體機能就會產生變化。照顧好我哋嘅內心，內心強大咗，情緒就穩定啦。在面對各種壓力同挑戰時，能夠保持情緒嘅平衡同穩定，照顧好自己嘅情緒，能夠更好地應對生活中嘅挫折同困難，保持積極樂觀嘅心態，減少心理疾病嘅發生機率，保障消化系統功能，要增強免疫系統功能，而免疫系統係人體抵禦疾病嘅重要防線嚟㗎。